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这本绘本实在真趣味耶！乐乐，我需要你来倒看一下，跟甲我来去13行的绘本世界。咦，人民飞仔馆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有一本记录13行文化的珍贵笔记，内面佫记录6个考古重点，但是我想不起来这6个英文单字代表什么意思。哦，我马上来倒3工。哦，对了，13行遗址伫倒位？伫淡水河出海口的南岸，行政区是新北市八里区。考古学家是安怎找到这个所在嘞？真久以前，有一个飞行员为天顶飞过，发现路径怪怪，才意外发现这个涂骹底史前秘密咯。哇，这拄好，飞过去就通发现一个遗址，找遗址敢是拢靠运气嘞？当然嘛，唔是，只嘛有冷探、卫星相片、空中摄影机甲探图雷达，通用科技来判断、推测可能的考古遗址所在，嘛会大声了解涂骹底的情形。考古的时，就会确定真，嘛较会当保护文物啊。空中摄影机通了解大范围遗址的全貌，也是去调查较歹到位的所在，协助调查有可能存在的历史遗址。探图雷达使用概念甲声纳相同，会接收反射回来的电磁波，对波谱显示地层异常，探看涂骹底可能有遗址。哇，这个仪器真厉害呢，真有帮助。哦，涂骹纸顶面出现字啊！咱该破第一项考古重点啊！大知影13项遗址伫倒位啊？安尼什么人捌住伫遮咧？咱拢叫因13行人。因差不多是1000年前住伫遮，会晓掠鱼、炼铁，嘛会甲别个所在交换物件。那安尼，考古学家是安怎知影因水种啥款？问了真好，透过研究人的骨头，就当知影真济代志。亲像13行人，平均岁数都差不多敢若34岁，身高差不多106公分，佫通分辨查甫人也是查某人，也是有健康无？哇！敢若看骨头，就通知影遮济哦。是啊，即阵佫通用 DNA 研究家族关系，甚至佫通知影因敢是为别位迁徙过来的。原来骨头嘛会讲话。我找到第2项重点啊！太赞咯！不过是安怎因会住伫遮咧？因为因过遮外海，掠鱼甲做生意拢真方便。那安尼，考古学家是安怎知影过去的环境甲即阵无同咧？因会观察岩心标本。岩心标本是啥？就是为地面以下钻出来长长的土沙条，亲像这初初是海洋各种地带，豆豆啊积起来，年久未深，头先是土沙粉啊为主，上尾是土沙岩石这陆地的地带组成，代表这个环境原本是伫海底。成一座海山坡，落尾才佫形成即摆的陆地。哦，原来岩心标本就亲像大地写的日记，会甲咱讲环境是安怎变化的。讲了真好，环境甲生活有真密切的关系，这就是13行人会选伫遮大的原因。第3项重点完成了，愈来愈顺手啊！哦。煞咯，我阁想到，咱是安怎知影这个遗址已经有1800年啊咧？用碳十四定年法。碳14定年法是啥物啊？生物死去以后，就袂甲外界进行碳交换，体内碳14会照固定的速度豆豆减少，差不多经过5730天，碳14会减一半。所以考古学家量看卖碳14剩偌济，就会当知影生物是啥物时阵死去的。无毋对，出土的火炭、骨头、犁仔壳，拢会使用这款方法。碳14定年法会使测量5万至6万吨内的物件，而且发现以后，袂当互伊去摸到别个有机物，若无会影响准确度。原来通有这种方法算时间哦。我阁完成一项笔记啊！第4个重点完成咯。刷落来，我阁想要知影遗址内还阁有啥物物件。
13项位置挖到真侪水文物，有灰啊、铁拍的设计刀、青铜刀柄，还有各种玻璃做的装塔米。哇，原来古早人嘛有遮侪装塔米甲用品。那安尼，考古学家是安怎研究因嘞？会先详细分类，每项文物是为倒位互人找到的，用记录清楚，再用科学方法来分析。什么款的科学方法？灰鸦片切片观察。第一，用烤刀斟酌把灰鸦片取落来，佮加烤好薄。第二，把烤落来变薄的灰鸦片天开铺伫玻璃片面顶。第三，把玻璃片扛起来。第四，用显微镜详细观察，安尼就通看到内底包含什么矿物、石头、脆油啊、组织的状态，通观察是安怎做出来的，甚至佮通推测是毋是甲别位交换来的。哇，真趣味！啊哈，又搁出现笔记重点嘛！啊，歹势啦，我淡薄仔枵啊。咱先来食一寡物件啦。来到餐厅，我雄雄想着讲，13项人迄阵拢食啥物物件，是安怎知影的咧？透过观察喙齿的状况，通推测13项人皱起、发炎、气周病，甚至在生前前勒喙齿的情形低，这也反映13项人饮食当中米切甲碳水化合物较少。哦，这感着和我的皱起是因为食伤济糖啊是同款的道理。哈哈，搁有，咱嘛通知影因带外海、鱼类、蛤甲鱼这类的，拢是主要的食物来源。而且13项人唔若食肉，嘛食菜色、水果哦。我知影哦，这就是因的生活方式。耶嘿，完成啊！感谢乐乐帮我复原规本的笔记簿啊！免客气啦，我嘛伫过程中熟悉科技考古。其实科技考古的根本也是考古学，爱针对问题，经对的科学方法，有偌侪证据，就讲偌侪话。考古真正会真认真呢。对，透过 5W 及 H 提问，佮配合科学研究，就会使熟悉过去，了解今仔日，佮通探索未来。嘿嘿嘿，我嘛开始想要成为考古学家。安尼，你就要更加拍拼咯，哈哈！